我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教的是形容人的五官各式各样的说法哟，跟着我念哦。额头叫做額頭，額頭，額，有没有听到那个音很特别？額頭就是额頭。再來眼睛呢？目眥。目眥，眼睛，保护眼睛，巩固牙齿，牙齿叫做牙齒，牙齒就是牙齿。再来还有什么呢？耳朵，耳朵，耳拱，耳拱就是耳朵。还有什么呢？嘴巴，嘴，嘴，对，这就是嘴巴的意思。还有头发，叫做頭那毛。頭那毛，那个毛就是毛的意思。頭那毛，再来还有什么呢？眉毛，目眉毛，目眉毛，这是眉毛。还有舌头，跟徐老师念三馬，三馬。对了，那我们如果说看那个小孩子啊，说哎呀，这个眼睛长得真好啦，我们就讲目眥生來眼好，生來就是生長着，生來眼好就是那么的好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哇，眼睛长得真好，目眥生來眼好。再来一个小孩子方頭大耳，耳朵长得很好，耳拱生來眼好，会了吗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眉毛长得那么好，怎么说？来换你们。目眉毛生來眼好，很棒，音可喜相逢。说到目眉毛，眉毛，我们中文说燃眉之急，意思是指很紧急，很紧急，事情很重要。可是客家话有一句俗谚呢，叫做火燒到目眉毛，叫做火就是火，火燒到就是燒到眉毛这边来了，火燒到目眉毛，它的意思倒不是指燃眉之急，意思是指所有事情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做，所以呢已经烧到眉毛了才知道要去做这件事情。英文就是 a last minute person， a last minute person， 到了最后1分钟才做这件事情的人，这叫做 a last minute person。 客家话叫做火燒到目眉毛，有没有跟着我念来？火燒到目眉毛 ，OK， 哇，很棒哦！今天学了很多有用的字了，我们就学到这儿哦。接下来呢，要徐老師陪着你们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客家話哟。嘴巴借我，拜托拜托，张开来，跟着念哦。额頭叫做額頭，額頭。目眥，目眥。耳拱，頭那毛。嘴，牙齒，目眉毛，三馬，面太后大班。我们学一个客家话俗谚，火燒到目眉毛，a last minute person。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按着3哦，西莫尼，再见。